你會輸，不是因為你不懂交易，而是因為你把交易當成了你人生的救命繩。你想靠交易擺脫貧窮，想賺錢改變命運，但正因為這樣，交易變得異常沉重。每一次虧損，都像是在否定你自己。這不是賬戶上的損失，而是你自我價值的損失。你把自己的價值綁在每一單交易的結果上。你以為這是交易嗎？這不是交易，這是絕望。我懂，因為我以前也是這樣的。每天盯着圖表10幾個小時，以為自己是交易之神，不會輸。一賺錢就自我感覺良好，爽到飛天；一輸錢就開始懷疑人生。我是不是真的不適合交易？我是不是該去找份工作？其實這根本不是交易，這是壓力。我花了幾年時間，才明白真正穩定獲利的原因，不是技術指標，不是完美策略，而是一顆平靜的心。紀律、心態、系統、記錄，衝得用機率去思考，接受每一單交易的結果，並且學會虧錢。當你能平靜地交易，壓力就會消失，而錢自然會流進來。大家好，我係期貨黑鬼。